姑娘，你要做啥物名哈？我叫做阿丽啊啦。阿美啊，美就是要做水，嘿，有成哦，确实有影水，水姑娘。这乱来啊你啊！你高兴？头，敢无？踮咧遐甲遐手，阿水啊，摇你惊着你知？阿水啊，我带你来去住，但是爱有一个条件哦。军营内面你是免啊学地走的哦。我知影啦。免学袂行哦。来，行来，对，免啊。哎，阿公安尼甲我等下，这样无意思呢。公主，你看，河东有路归漂流，丽影香香明月中，龙井美意暗思乡。我在我头心不要用。如出良宵不相由，怪你自己误春秋。并非杂家袂对求，原谅我当初欠注定。哼！公主，莫受气，怪我做事太妄动，求切消免你上讲，下面两字不免讲，不该辜负老夫翁。朋友，我第一个受气啊！你互遐那失望，伊当然嘛是生气啊。这一摆，伊本来是无想要发兵，是我偷偷啊带着3000名的女眷走来救伊的呢。这拢也是怪我唔好，莫怪赵夫王伊会这么真受气。虽然我是偷偷啊走出来，但讲王伊早就知影这个消息啦。若不是我叫伊靠劝父王莫阻止我，我哪有法度通走来救你？哈，较讲就是武后对我上好啊尔。嘿嘿嘿，父王嘛对你袂歹啊，伊只不过是一时的气怒而已。后摆啊，你若有良心嘛，你就毋通将父王放袂记。哼，是讲我伫咧想，父王一定会看在两个小孙儿的份上，宽恕你。对啊，我哪会这么真糊涂？哪袂记去问起讲，你生的囝是查甫啊查某？公主，无啊，你是生家蛇鸟子啊？双胞胎，而且拢是查甫。哈，一生生相生，啊，我即马毋都两个囝的老爸咯？哈哈哈哈！哇，真好啊！哎呀，安怎？公主是安怎样呢？我感觉头壳。你头壳安怎样呢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
你放心嘛，我已经有命辟你去探听，可是伊倒转来的消息啊，真想影讲清理避困，咱才搁做一番的打算嘛，也袂慢啊。小姑，你虽然有命辟你去打探消息，你看，即阵还阁无消无息倒转啊！老实讲，我实在足着急的。大嫂，李行参见母后，求表千秋。平心，辟你啊，是毋是有恁奉迎的消息？是啊，辟你啊，恁着紧讲。顶求表，李行今天上朝，皇上有接到特表兄的一张快表回京奏说，伊被困在红泥关，好佳早有先生国的八宝公主破关解围，现在在红泥关等待着西辽国来投降求和，搁再免偌久，特表兄就会当办事回朝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真是谢天谢地。大嫂，真是不出我的所料，清理讲免偌久，咱就会当团圆啊！是啊，希望讲清理会当早一日得到迄个真珠旗，就煞甲我带迄个献俗的媳妇八宝公主倒转啊！无啊，老三啊，哈，啊你家己一个安尼鬼鬼祟祟伫咧创啥个啊？无啊，我哪有？嗯，我是讲吼，迄个水姑娘安尼生做三比八，足可怜的。我是摕淡薄仔点心要去互伊食，啊，惊去互别人看到，歹势你咧。哈，你摕物件要去互阿水啊食哦？嘿啊，啊我你安怎？啊？我嘛一包。哈，无啊，二哥啊，啊，你有哪遐尔啊关心水姑娘哦？嗯，啊你著遐尼关心伊，我当然嘛关心伊啊。无，二哥，我问你，你是因为我关心伊，啊，你才关心伊的对无？嘛用个安尼讲。哎呦，好佳哉啊，好佳哉，害我惊一个，那安尼我就较放心啊啦。是讲吼，二哥啊，咱兄弟仔的感情吼，一向拢足好的，就敢若亲像亲兄弟共款嘛，对无？啊，我若有代志吼，就敢若亲像你的代志嘛。是啊。所以我今仔日有一件代志，啊，想要拜托你斗三工，啊是讲吼，你毋知肯甲我斗三工啊无咧？哎，无问题啦，你讲来听看卖咧嘛。安尼吼，嘿啊哎，二哥听了。阿妹啊，生做哦，样啊样上好，我有来一山你就求哦，求啊你哥，每人拜托啊嘛你啊你去做，你啊你去做，要学大哥你就带哦，带环保，要学大哥你就带环保。哈，你哦，哇，原来你也是爱阿美，二哥我嘛是在爱伊，咱两个算来是好兄弟。你爱让我莫烧钱啊，莫烧钱。哈！啊，你害咧，这着害！啊，这款的代志是歹安排。啊，你爱我爱，搁大家爱。啊，若钱来钱去是不应该呀，不应该。好兄弟呀、大哥比你年啊年岁大，无为查某你着情啊问题，你若让我嘛无关系，无关系，我看你着去找别个，我看你着。
又爱吹啊巴咧。安尼哪会着？啊，迄阿水啊，干那一个，你是要叫我去倒找？咱两个拢爱一个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代志哪安尼遮尔拄好啦？啊，拢爱共的，是讲咱兄弟的感情遮尔好吼，啊，若真是讲为着一个查某来拍歹感情吼，影有笑死哦。就是安尼讲，所以我毋才叫你让我，莫搁争。无喏，啊，我这世人头一摆才去共爱着安尼，啊，你就叫我让你，安尼哦，我实在足毋甘愿的啦。我嘛共款的，足毋甘愿的啊。讲安尼嘛是有影咧，啊，无规是安尼啦。咱两个兄弟啊吼，来一个公平的竞争，袂用去伤感情的。啊，互阿水啊看吼，伊介意啥物人，伊若去爱着啥物人，伊就是啥物人个啊嘛。安尼嘛有理哦，就安尼决定。就安尼决定哦。要毋过吼，袂用个个人行动的哦。你嘛共款袂用的哦。就安尼决定。哈，哎，啥物人？啥物人？阿水啊，水啊，水姑娘，我总共来看你，你好无哈？好啊，袂歹哦。你两个甲我照顾安尼，我早就好啊。阮总工炸物件要来互你食呢。不是，水姑娘，我看你吼，安尼生做身体无够偌好吼，啊，有需要补，我照我甲你照顾，我特别去准备这支鸡腿要来互你食了。免啦，哈，我食袂落去。伊个食袂落去，换食我的。来来，阮无爱啦，人心肝烦到要死，唔爱，你哪有心情互我食？啊，昨昏才来，今仔日就咧还，是毋是吼？有人互你看袂顺眼？这啊？阿水啊，是毋是我？应该是你才对，毋是我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拢毋是啦，毋是哦。我是咧还我家己啦。无咯，哪有人安尼家己咧还家己？啊，你是安怎哪咧还？我规工拢踮咧遮，也袂用出去，啊，我也无工课通做啊，哪会袂还？哪安尼木过？君娘，拜托个啦，啊无你甲我想一个办法，互我做工课，拜托个好无？这我已经在想啊。老三啊，你想有袂？还搁咧想咧啦。简单，叫伊去厨房就好啊嘛。嘿啊，我前头拄仔就想着啊，我水姑娘，迄吼灶骹迄个王妈吼，伊对我偌好咧呢。有影？我甲你讲，伊嘛甲我偌好咧。真是咧，阿水啊，我甲你讲，迄查某囡仔人吼做灶骹的工课是上介适合的，所以我上高想嘛，是讲你毋知有愿意啊无？灶骹？嘿啊。我的机会来了，狄青，只要你若我自由行动，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嘿，阿水啊，阿水啊，哈，无，啊你若想遐尼久，你是毋是无愿意？愿意愿意，只要是两位姑娘，你甲我安排什么工课，我拢嘛愿意。哎，阿娘，都是这么单纯啊，娘。你人有看好？我听
那还真好。公主，以我所知影，西辽国的兵将死伤是非常的严重，已经伊的朝中是已经空虚了。只要本帅若即刻下命令，就当换琴就伊鼓，此话真自记，咱就会当办事回调。早甲伊招，胡马伊早一日马到成功。到迄个时阵，咱若是归回中原了后，记着母亲啊，老娘看到你，毋知要安怎样欢喜。胡马，我是真希望早一日倒转去拜见姑姑。杨姑，我即马袂用甲你转去中原。胡马。双双随地，你比招亲。早甲并非是中原人，若无志意不能尽，私自真惊生罪心。公主随地太手啊刀，本事的不如你智慧高。你想何时真囝才好？你想何时才要见宝宝？早甲回顾你等你，等你得胜早开始。圣上若有下旨，才来接阮去团圆。此言提醒我才了解啊，公主真是一个女贤才，暂时回顾去等待啊，我的走子迎本彩哦。但愿你初心不改变。我事的句句是实言，只望心愿早实现。古有端年啊，向天那莲。比你叩见元帅夫人。恁酸茶甲莲子汤来啊！康诶，是。元帅夫人，比你过体，好嘞。我问你，你的耳仔是安更高空？讲，讲啊！公主，你毋通叫迄个惊着啊！你到底什么人？你紧讲！我叫阿美啊，我是伫个厨房伫咧斗相共。哦。那安尼你会用落去啊？是。小官，公主有啥物代志要吩咐是？叫我落去办。是。公主，你是伫做甚物呢？胡妈，你以前敢有捌看过即个叫做阿美的人？好亲像毋捌看，大概是来无偌久的款。胡妈，你实在伤过大，你无看到伊耳仔更高空是？耳仔，我是无注意啊。耳仔更高空，是有啥问题啊？你是宋朝的人，无怪你无了解西辽国的风俗。早到捌听人讲，西辽国的风俗，普通的妇女会当更3个，官家的小姐更7个，
只有是公主才会当更高空。那安尼你讲起来，伊毋着飞龙公主？为什么？伊入馆内伫倒办找查某囝呢？我想，伊是要来找你报仇。报仇？那安尼伊毋着要伫我的性命咯？你看，好大胆！带人咯！慢只，舅妈，你免着急，伊走袂。是你哦，坏啦，害人惊一下。阿水啊，我也知影是你，我是讲三更半暝你毋困，你会走出来啰啰嗦。无啦，我心肝足烦的，我想讲要出去外口行行咧。啊，毋过外口暗蒙蒙，我毋敢去。有命啊，好，拜托的啦，你陪我到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有我伫的，放心，免惊，我带你来去，行。啊，你毋是困去啊？困，哇，搁困会去哦！我是假困的呢，你知无？哼，你实在足无意思的呢！伫我的尻川后，偷偷约姑娘要出去，你是要去倒？无啦，啊，人我是困袂去，出来行行咧，哪会知影拄好拄着阿水啊，伊也咧困袂去，我毋知要陪伊来行行。啊，你免转啦，免转啦，知咧啦，我也算毋知你咧困袂去。好啊，咱你是已经拢约好好啊，袂用个个人行动哦。你竟然敢偷偷约伊出去，你实足无一个款呢！你是要去倒？我嘛要去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两个莫搁争啦，啊无恁两个拢甲我斗阵去，那安尼，啥物人嘛无事，先对无？若讲啊，就较差不多淡薄啊。你啊我去就去行，来。为良你，你想要倒走是毋？无啊，小官啊，你是伫咧讲啥物？两位将军爷，徛伫咧恁身躯边的这位，就是飞龙里。哈，伊是飞龙公主，啊你入来！哎呦，这个。是飞龙公主，为什么改装见官呢？狄青，你杀死我的翁婿，我是入关要来杀死你，替我报报仇。仇？你真正歹死。
用家来报仇哦。如今路在我的手，万岁不好你的甘休。来人啊！你用公主阿是正相。伴驾，先按。是。驸马你暂时。雷霆起，不可轻易动杀机。暂时了伊是免去死，将伊交换迄个珍珠旗，交换珍珠旗呀。公主，你的意思是？驸马，西了国的国王一直拢无爱献行表。我伫咧想，假使会当利用伊飞龙公主来交换珍珠旗，一来咱毋免动着刀兵，二来呢，早一日办事协调，敢是两全其美的代志。公主，言是有理，那咱就决定将飞龙公主交换珍珠旗。这看要安怎？龙主，你应该赶紧想办法啦。国王免哪有办法好想啦，拢是王离唔好。当初不听国王的劝解，偏偏要奋进城去，不但无杀害着狄青，连着狄青所擒，当作人质来威胁国王，就献出珍珠烈火旗，这要叫国王如何是好？龙主，你即马卖阮查某囝有啥物路用？依我看起，这就是狄青认主之处。啥呀？你想看卖咧？吴国的勇将全部灭亡，狄青伊若是讲入来，伊敢惊得袂着珍珠旗是？即马狄青用查某囝的性命，要来甲咱斗换珍珠旗，一来就表示讲伊无要害查某囝；二来，要互咱知影知难而退，通好互咱赶紧收兵，毋免阁乱杀无辜。咱应该爱感谢狄青才对啊！王妃啊，你讲即句话意思是？龙主，我爱你赶紧写行表，甲摕落珍珠旗，去投换咱的查某囝。啥物？你爱国王投降大宋？是，你即马若是毋投降，听后甲狄青因的兵马若是讲入来，你嘛是共款投降一条路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。好，国王明日亲自带着珍珠烈火旗向大宋投降啊！请你放心，只要贵邦遵守人臣之道，永远称呼像大宋，保证大宋大军袂阁再侵犯像恁辽邦啊！多谢万岁宽怀啊！公主，
主请起。下万岁。龙主，叫文就珍珠烈火旗，毋知珍珠烈火旗有甚物用处？明知是烈火旗是贵邦定国之宝，毋知奥妙在哪里？请教技术。万岁，此珍珠烈火旗乃是天下一大的宝旗啊！不但会当避风、避火、避水，若是暗时只要举出这株珍珠烈火旗，会当照得天下通明，明如白昼啊！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迄个宝旗的顶面有6粒宝珠，就是辟水珠、辟风珠、辟火珠，也佫有夜光珠、辟珍珠、异目珠啊！哦，珍珠烈火旗，珍珠旗也珍珠旗，可见连理将要得到你珍珠旗，明日办事回调。老夫甲你恭喜恭喜！不敢当，多谢国丈。国丈，你此时何喜？未免有锦上添花之嫌呢。这国丈，你敢会记你特请伫咧先生国招亲之时，你伫咧皇上的面头前造了什么话？如果迄个时阵，国丈你若轻笔言几句，皇上也不知情，着皇亲的母亲拍入去天家。千岁啊，遐打这都经过遐尼久啊，啊，都何必着搁提这款代志出来讲？是嘛，过去代志，哪就搁提起？中爷，即摆平定西辽，取回珍珠旗，功高盖世，实在人人佩服啊！孙大人，阮特别兄伊会当有今仔日，这讲起来，也搁着爱感谢着孙大人，甲着国丈恁保证之恩啊！
无咯无咯，不敢当不敢当。表弟，哎呀，特表兄，你唔知影啦？有一寡人专门是见风转舵。即摆你伫咧西寮，若不幸来战死，拄拄下着因的心意。那你今仔日会当得胜归来，因着心肝内毋知搁咧想啥物主意，假意来咧甲你护起，表弟，莫搁再讲。王爷，明人敢来，底嘛无一条线。你讲话，那就指桑骂槐哩。孙大人啊，我请问你，我所指的是对一丛桑，也嘛会是对一丛槐呀？孙大人，过去的代志，你知，我知，国中也知。你毋知打算安怎样了结？中爷，我真袂明白，所谓过去代志，指的是什么代志？万花楼金钟夜馆，当然敢袂明白手。各位啊，老夫今仔日有较无闲吼，也无老夫先失陪，老夫先失陪。中爷，咱请这边中爷，大人是不计小人过，过去的代志是我甲国中一时的糊涂，做真济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嘛代念过去，我死去迄个小妹雪龙的面前，你就唔通计较。孙大人，你毋免紧张，只要你认错就好，我袂搁甲你计较遐尼诚济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。叶表兄，咱赶紧来回宫啊！母后甲凤求庙已经摆下酒的，要庆祝一家大团圆。大团圆。好，行。这里啊高水，大家穿。事我替你来拜教。
爱人，这位是表弟落雨，如此大礼不敢当。天上一对红花红，琴声和鸣别相送。这两位是我的姐姐甲姊夫啊，拜见姊。